简单来说，这是蓝草哈，给发酵的过程。好，又了解有哪3个步骤啊？沉淀、哎，养蓝、渐蓝、渐蓝，养蓝了，嘿，错，跳难，太跳难嘞，跳难。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是今日的讲师，会客室的蒋玉凤。今日会同大家介绍呢，蓝染呢，文化从招牌呢到今日呢，蓝染呢又买设计的变化。今日呢，除了我以外呢，还有呢，上届呢，同学呢，想了解了文化，哈，我要介绍上届同学。先生好，大家好，我是钟碧君。先生好，大家好，我是李眼睛。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冠。我的请问呢，同学啊，有做过蓝染吗？冇做过呢，冇做过啊。你美牧师？还没冇做过。哦，你有看过啊？有。有。你对蓝染呢系马家人发明的呀，还是发展的呀？你。然后对啊。汉人对吗？汉人，你？我想应该是荷兰人。荷兰人啊？我想係應該係客人。客人啦。你都有冇講到荷蘭人呢？你有想過啊？嘿。在荷蘭人呢，都在17世紀時間呢，其實又做在藍草的貿易，哈，該是喺東南亞中國採買，後來就是很困難採買。其實想講，300-400年前是我哋台灣係嘅殖民地嘛，其實想講到殖民地來種植呢個藍草，哈，是然後呢，就係種在300-400年前呢，冇動好。該成效效益冇出來，冇出來，其實放棄了後，不過讓我哋呢開啟了一片藍草的天空。唔過先生，對，我是唐哥荀子啊，哈，你冇，佢講青取之於藍而出於藍。我唔係講藍染係中國人發明嘅，我係荷蘭人咯。佢係唔係講發明，所以講其實有種染料意思，天然染料。其實是全世界是用歐洲使用的，中國沒有。為什麼要說這個荷蘭人？因為呢，佢種的藍草本身呢，台灣本來是沒有發展這個的工藝的。該明朝明朝了後鄭成功來到台灣，該是荷蘭人始終該種的藍草。其實又開始復興戀藍草藍染的文化，其實把過去的一些工匠，還有技術再把它傳承下來，所以我們會覺得是我們中國人或者是我們客家人的一些東西，其實全世界都知道植物地該運用先生，啲藍染要係因為前面客家人的文化嘅。我嚟介紹一下佢嘅發展好咧。其實呢，藍染呢係清朝嘅時間呢引進呢台灣那個時候就是台灣呢係清朝嘅版圖有冇其實從福建呢進來其實呢到台灣呢地方呢種嘅木蘭啲木蘭呢。糖跟木子地其實好適合台南那邊呢，好熱的天氣這樣子。後背呢是引進到北部廣東人呢引進到新竹了，到新竹了嘅時發展呢，其實到台南遐了係小金木蘭係小金過來係新竹嘅是大金。其實唔好強用，其實適合在山腳下，比較濕潤的地方。是安永嘅發展呢，就來到咧客家人的城市
过来呢，其实大家是种类东西，像讲开始系茶叶、米、葱类东西，韩国蓝草莓经济作物哦，开始动好买的时间。后来呢，蓝染为什么没有人要用了？因为它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真麻烦。开始由德国发明的化学染剂，开始化学染剂是冻结，这样的没落。安用又了解嘅发展啊？有，好，真清楚。好，通常你都有看过宁波海嘅老相片，的老人家有做过台山镜啊？有，还是有。唔讲咪定係不卡，已經做喺咁批客家南山咧。哦，你看下南山佢嘅發展，其實呢，挑白呢，唔係講漢人天啊，走啲係南山，漢人也是會穿，因為其實剛才有講到藍草的發展有冇？全部因是用啲係藍色染料有冇？所以呢，睇下走啲係藍山是。韓國、歐洲，安樣的時間呢，漢人呢的婦女又要在家，對不對？然後下田工作，所以呢，佢要做啲藍色衣服，所以台底嚟講，藍衫唔係講漢人呢特有嘅，泰家都有樣。泰家是有啲嘅，不過嗰些藍衫量很大，對不對？最主要原料全部係木蘭雞，該是全部是台南還台地全部改變的原料好多，咁樣。時常我想問台灣人講到青島嘅藍草嘅演變的歷史發展啊，等下我想問該藍草嘅用版邊染料做的溶該製作的過程係乜該？簡單來說，就是藍草給發酵的過程。那它當然就包括了有沉澱、自然、養藍這些過程。光聽起來就好像很多，對不對？湯姆藍草呢，採回來之後先浸水，然後呢，採取它植物裡面的藍色的這個水溶性的色素。藍體了後，其實釋出嘛，釋出你是繞開藍體嚟嘅枝葉啊，全部拿出來，大量石灰，石灰來攪拌，做一個氧化的過程。這還是自然的過程哦。這還攪拌了後，之後要靜置，靜置是開始養這個藍養到它成為比較沉澱的時候，有膏狀的成為有膏狀時候呢，才過濾這個水分，這樣子呢算是一個沉澱的過程，得到了那個藍草的那個奶有沒有？藍奶藍奶了後沒有辦法馬上用，給還原，用辦法還原呢？其實加上一些營養劑，乜嘅營養劑呢？唔啲從英做得出來哦，麥芽糖有嗎？或者還有葡萄糖，還有米酒沒做的，其實讓它加起來很奶又會還原成液體，又要還原成液體才可以用。這是漸染的一個程序，講到了芒講穿呢。是很多都複雜來看自然的時候，它的那個上面呢有起藍色的泡泡，然後你的那個缸裡面是很綠，然後如果發酵的過程、還原過程，它的個泡泡沒動到，是表示還忙，你是沒用的用的其實染布的時間是不會。顏色不會那麼出色，是要看到它的泡泡的量和它的那個染劑是變成綠色，還是做對了。好，東南簡單好，所以又了解有哪3個步驟啊？沉澱、養藍、漸藍、漸藍、養藍了。錯。
痛难，系痛难嘞，痛难。荨染是俩呢，水管纹俩的从骤染的一种，把这个图文出来之后，所谓的荨染是这边的花，花是用荨染，从阿望落去，莫讲，好，你看俩是呛色的有吗？绿色的哈，哇，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会设计呢？有觉得自己很棒哈，请讲哈，好。老师，个天然制作的颜色啊，会色个推什么？你看哦，涂俩的染剂诶，刚才我们有说嘛，它是绿色有吗？其实呢，染其实利用俩染剂有空气地位呢，其实被氧化的特性，它出来氧化以后呢，其实被释出还原成不溶性的蓝靛素。它又会变成，然后就会容易定着在布料上面。安用呢，其实反复安用进去染缸，出来氧化，最后是散白。重复安用呢，你是会发现，你打白进去的时间又变作绿色的，出来的时间氧化又变蓝色的。其实安用反复的过程呢，它就会越来越着色。安用那所以呢，你讲会褪色有冇？表面像个瀑布安用，蒙蒙安用，根未褪色，该系佢嘅杂质释出安用嘅。嘟嘟，我都要讲个打烂有冇？打烂我就都有讲个植物嘅，个杂质有冇？其实咧，涂咧表面呢一阵子咧，其实释出你是皂洗，肥皂洗过，它就又恢复蓝色。一扎原因是本来就没有着色到纤维地位，一扎是它的杂质释出，安用的。还想问一下，来到平常做个防风外套啊，还种来了衣服啊，系尼龙的材质，做的种个天然的染剂染。该天然染剂是好适合呢天然的织布啊，安用你是安用天然，叫丝、绸、棉、麻，还有毛，那都好天然的东西，其实吸收好多。全化学的东西耶，其实不会吸收，因为它没有那个天然的纤维可以吃那个颜色。又都只有掺一些纤维，有掺一些化学，这颜色是不会穷那就天然的按这么饱和，它会渐渐那个就会退。刚才我有介绍，只要是天然的纤维，其实做的染色，你看了还蛮改。会像个采寡妇啊系采寡妇啊，真嘅啦，你也是系采寡妇啊，我都系老师做个灯，一只灯的旁边，你系菜瓜布的灯罩，用什么冻酱？只要是天然纤维，它都可以染。所以你说要什么图案？除了图案特别之外，你还可以用素材的特别，所以你就可以为自己制作一个很特别的衣服或特别的作品。像人家蓝染的布啊，当个就青豆种来发。我用板张做的做个枪的啊。安用蓝染它的技法有动豆种我介绍叫种本耳朵了解一下。两种呢是咱讲的脚染。脚染的意思呢做法只是这样，然后它就是会产生这个纹路可以是搅在一起。骤染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布呢随便抓皱，就是对弄在一起长大概是从一个云安用音，安用音。刚才那个是不是脚染是脚在那边，对不对？这个是在外部，这样子算是假染的一种经过我们的折叠，给随便就这样用纸用绑一绑是这样荨染是俩呢
水管纹两面从骤染的一种，把这个图文出来之后，所谓的形染是这边的花，好，花是用形染，缝染哦，缝，好，可以单线缝，也可以折起来缝，好，然后折起来之后呢，它缝起来之后要染色的期间呢，其实还可以把它拉紧。拉紧之后，它这边皱起来的地方就会有渐层，有吗？渐层你是那人给显那俩个界限去进深浅，你的山脉水出来嘞。哦，安用是对的哈。哦，今天对学费省了不少钱呢。先生，那是空空你来报道呢？你做的是给一下你的作品哦。哦，你有看到我的报道？安用呢，我是统一的介绍一下啊。最近一次我到新竹县美术馆呢刻装蓝调的展览的制作理念，好啊。哦，好，俩白应该是用俩蓝染的技法结合在装置艺术上面。那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是用了我的客家新竹客家的风景拍摄下来以后，这个图像呢像什么？然后我用这个图像设计了蓝染的作品，然后装置在金属的音符上面，所以叫刻装蓝调。哦，重点是新瓦屋挑白银的围墙的窗花啊，应该是上到假染的新版是走的琼安用的呢，走出来又琼啊。有。这个款是新竹的头前溪桥，这是给倒影然后草地，所以这个就是做了这个头前溪桥的高楼大厦现在的倒影这样子。大家到美术馆，结果好像是走在乡村的感觉。安用意思爱作品大概介绍先请我客家来做啊！好，客家来做，我没同上诶。不过去到是来设计一下，等下你到做的是这步骤呢，是了解其实动困难的在工作。好，你下通到介绍的蓝染的实际操作。好，你到你下那人的了，刚才已经上过课，你缝染哈。你嘞？假染。你系嘛改？你假染用汉？系假染汉，东北汉用嘛？骤染。没绑染。绑染，好。我看一下错吗？错。折扇子正反，小时候不是有做过扇子？哎呦，有吗？所以它要折扇，所以这样是对。所以接下来这里也是要折扇。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像这样子，它出来图案才会立体。还有呢，对啊，你看该三角形放上去的时候呢，你的夹片呢，这个版型呢，对头两边，然后找个压紧。好，你把要弄到这边，按用怎么的啊？好，按用是全部。要很紧，就几乎按下去都不会移动的。橡皮筋那个已经不太会移动。手工木是哪个？好，安用爱是讲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好，安用最好是两边呢是共用哦。看一下它的那个力量啊，还有它压的有没有一样。然后这个有没有都压在你要像这个，你等一下这边就没三角形所以你要不要把它弄好一点很紧，要很紧。然后你这个要尽量推两边，先推好。用巧两边全部推过来，时间推好之后，才开始对，摸简单动眼镜大家按眼镜什么都可以，不用说一定要有专业的制版，家里任何的形状，然后扣子什么都可以。马改是走图案的。唔系讲，睇佢點樣？底杯，再做底杯。
俩。哎，不过你俩系后台是不是嘞？你是做细时间，你想一扎一扎圈圈，你是做在表俩。哦，嗨，好，啊，做对嘞，做对嘞，两妹做对嘞哈，全部好嘞哈。好，手套我到啊，等它你放落去的时间呢，你是个粘的布哦，好，你放落去，唔系放落去天天哦。啊，氧化了后3分钟，再放落去3分钟，来回。你放落去的时间呢是粘布，拿起来的时间呢，你是用个绕了的布哦摊开来，等下没皱褶没折散，你是会个氧化，不给氧化，安用好啊，好。嘿，放啊放落去。莫讲，好，你看了是呛色的有吗？还绿色的哈。好，你下3分钟倒嘞啊，做得拿起来嘞氧化，好啊。那个染液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很天然，所以我们要捏一捏再出来，嘿，捏一捏，然后出来之后，等一下你们拿出来之后，慢慢来没关系，我先生。像这个有皱在一起的地方，你要稍微这样子给它氧化，这边也是好，稍微哎，你还绿色什么？你变到蓝色这些糟糕变落去。安用是全部蓝色差不多了，对不对？稍糟糕变落去。哦，这变落去。嘿，糟糕变落去，黏黏的，你颜色哎吃进去。你要摆又感觉好比较蓝啊，起来的时候有啊，有哈，有，比第一次整个的颜色都不一样了哈。啊，大家就让这一次整个氧化久一点，直接就做2次就好。嘿，对，向下。你走得用结呢？好，直接打开。剪刀布。好，这你下又盖蓝色韩国。好，看到它的图案了。好，哇，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会设计呢？有觉得自己很棒哈，请讲哈。好布现在呈现纤维都是很碱，它的保存如果要更久的话，你应该回去的时候用一点醋中和，酸碱中和，让它整个布呢不会呈现那么碱，就变成中性的这样子。所以洗水之后可以使用醋，一点点1-2滴就好了，然后这样子呢再把它干就可以咯。今天有好高吗？有高有很喜欢哈，真有成就感。然后成就感啊，用哈。好，今天呢上课是到了咯，统一介绍的了的技法啊，还有图案啊，希望全部呢有吸收到一些我们呢就是用艺术创作的角度。让你了解说，蓝染其实是可以透过图案的设计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读下你每做的期款啊，希望大家